过来，这个农渔业嘛来采取着防寒的措施。饲鸡仔场的头家，伫个鸡条的外口用钉钉的布棚来遮风，搁伫个饲料内底来掺食物油，互鸡仔食增加热量，安尼较唔惊寒。另外，正环卫温室，业者是喷营养剂来增加着这个环卫效的高度。啊，那这个蛤蟆那混油的养殖场，头家是专心来掌握着温度，一看到温度若伤低，马上来灌海水来提悬水的温度，希望会当挡过这波的寒流。15度，温度降到15度，饲鸡场的头家赶紧将篷布放落，就惊讲鸡仔去吹着风。我们有9栋，那会有9层，那每一层会挡1到2度下来。寒流一个到上紧张的就是农民，为着惊讲鸡仔会去寒着，业者伫个鸡的饲料内底搁滴油，希望会当增加热量。啊，若鸡仔囝较惊寒，搁就爱点灯。哦，这就是咱的暖炉啦，吼。用的这是那个铝片，所以铝片的传导的热能呢会比较快。种菜的农民原来烦恼寒害，趁着寒流来进行紧收菜。啊，若种伫温室内底翻卖，业者就赶紧喷营养剂。这个是钙跟氨基酸，主要的就是让它叶子深厚，然后表面有油脂保护。饲啦业者原来真注意，若是温度一个降低，马上底下底就爱灌海水。引进海水，把水灌满一点，尽量让它温度不用降那么低。这波寒流这么强，不管是渔业或者是农业，拢惊讲会受到真大的损害，所以农民渔民拢展开抗寒大作战，希望唔通造成太大的伤害。